條鎖匙咧？死啦！朝早趕住出門，撳實個袋周圍揾鎖匙。依家有 i9 智能門鎖，呢啲麻煩事都可以搞掂。企喺門前，3D 人面感應一掃就開，唔使騰手撳指紋撳密碼。行完街買到成手嘢都可以行得瀟灑。阿爸阿媽出門帶張卡片拍一下就可以入屋，非常之簡單，完全唔使記密碼。朋友到訪用手機 APP 整個臨時密碼俾佢，隨時入屋等你，冇鎖匙一樣得。仲有3.5寸電子屏幕，高清廣角嘅貓眼，門外撳門鐘，一眼睇清對方個樣，唔識嘅人上門都唔使驚，司級鎖芯加全自動鎖體，防盜係鎖拉門，屋企安全都有保障，就算電池冇電都唔使緊張，用鎖匙喺冇電嘅情況底下一樣都開到，或者尿袋都可以緊急供電，即刻就可以解鎖。最正嘅係買完仲包上門包開窿安裝，唔使自己諗安裝嘅麻煩，坐喺屋企等師傅整好就得。